做現貨黃金怕遇上不合規平台，學識呢兩步快速辨別平台真偽。香港黃金交易所走過百年歲月，由早年公開叫價嘅傳統貿易場，發展到現今現代化電子交易，交易模式持續革新，但確守規則，維持市場穩定嘅核心始終不變。好多人想參與現貨黃金交易，卻唔知點樣驗證平台正規性。其實方法好簡單，對照香港黃金交易所行員規則，兩步就可以摸清平台底細。第一步，查詢香港黃金交易所行員等級，唔好見到行員字樣就鬆懈戒心。唔同等級權限差距極大。A1 類唔可以開展人民幣公斤條業務， A2 類唔能夠經營現貨交易，只有 C 類擁有完整業務權限。第二步，確認平台會唔會提供可核驗嘅交易編碼。正規 AA 類行員每一張訂單都會生成獨立編碼，全程可追溯，呢個係非正規平台難以複製嘅硬性標準。貴金屬知名國際平台金盈中國，正就係香港黃金交易所 C 類084號行員，深耕行業16年，嚴格遵守各項監管規範，堅持透明化交易，贏得全球眾多投資者長久信賴。百年市場大浪淘沙，能夠穿越市場期嘅，從來唔係短期收益，而是深入企業根基嘅合規底線。對於每一位交易者，揀選正規渠道就係投資路上第一道可靠防線。